这几年有愈来愈侪新的台文作品甲台语教材，多数拢是用教育部的台语拼音甲汉字。台北就有一个亲子共学的空间，利用hiệu纸举办笑嗨嗨台语囡仔营，运用现有的教材，带家长甲囡仔同齐学台文。老师带囡仔学台语就嘛拼音，囡仔毋若对咧读，阁会晓拼音，这是乐天亲子共学空间所办的台语营队。带团的老师逐日对新竹飞来台北，伊讲即届受邀请来带营队，才知影原来有遮尔多台语家庭对台语班有遮尔大的需求。一开始是乐天先研发出这个笑嗨嗨的，就是教材。然后，伊就讲，既然拢有这个教材啊，因为家长可能伊家己伫厝内使用的时阵，教囡仔在使用的时阵，可能会有一寡唔知影要安怎做较好，所以就规起开这个营队。营队虽然无几工，不过也有对美国返来台湾孝助的家长特别带囡仔来参加营队。家长分享讲，因安尼学起来，搁来伫厝内配合真嘛无共台语教材在使用的时阵，对台语拼音嘛读愈有概念。台湾文华那边有一个台湾学校，已经成立10年啊，那边嘛有台语课，不过像台文啊、台语这款的系统是较新的系统，所以阮迄边。即摆也才无，所以讲咧台湾即摆先学啊，了后转去了后，阮也会当下改变建议讲，买当来呢，甲台湾的环境呢接做伙。这位家长指出，这几年学台语的教材含资源甲英国变起来是加真多，侪拢通听到发音，使用起来是真方便。伊认为，既然都是爱学才会晓，也毋茫当去和美国的台湾学校分享这套台语拼音智慧学台语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